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书气十拍真出梦，艺力坚持上珍贵。今日咱的来宾是杨树艺，用剪纸这门艺术，让人看见伊的传统，让人看见伊的人生态度。无过去咧，伊讲哦，自细汉做啥物都烂，成绩吊车尾，出力阁无好过，甚至有10档哦，大人的出力根本嘛唔敢想象未来伫咧倒位。早前的作品嘛较黑暗，不过拄到贵人的看家，嘛有家己的人脉，念一个档作品传达着济幸福的能量，艺术成就是更加受到肯定。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要来带你了解伊的故事。2007年，杨树艺参加云门舞集的《流浪者》计划，去中国陕西看到充满幸福感的家作作品，和杨树艺的心境有真大改变。我看到黄土高原关顶有一寡阿嬷过了比咱较辛苦，3岁时阵就大人家己做决定，你后摆大汉爱嫁互谁，无通好选十几岁啊，会有心的是有法度生囡仔时，就嫁过去帮人生囝，帮人做工课，但是。伊其实老公甲伊无迄个情感的基础嘛，会甲拍家暴，但是伊嘛是做出来物件拢充满了光明、温暖跟祝福。我就足惊讶，讲奇怪，有人比我较艰苦，想安怎做出来物件比我较幸福。对家作艺术得到启发，杨树艺讲，这个社会需要搁较侪美好的心意，所以伊开始去教家作。但是重点毋是要学手艺，是想要找转来迄份动手做的心意。你徛起，大家看一下。哦，哇，平安。从小阿嬷把我们带长大，虽然她不是我真正的阿嬷，但是我很喜欢被拥抱的感觉。然后因为有阿嬷或者是所有我们身边的爱我们的人，给我们这样子的拥抱的呵护，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健健康康的长大。对大家的笑容找到创作的能量，杨树艺嘛开始透过作品传达幸福，有电影创作、家作艺术，嘛有大型的立体作品。因为我们希望就是白天有光影，然后也可以有参观价值，所以到底上面的图案应该是要长怎么样，然后人家看了又会开心，然后又符合这一次的主题。会比较特别是，一般的灯不都是实体的吗？那我们这个是做到有空间的，可以进去。对，那所以你进去白天就会有光影效果。对，那也把剪纸这个镂空透光，你知道剪纸迷人的地方有一部分是在于它镂空透光的这个特质。家作的形体会随着光影出现无同的变化，有时阵是大自然的光，有时阵是别人为你带来的光。剪纸给我另一个启发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如果不一定能为别人带来光，我们至少也不要去障碍到别人的光。你镂空自己，让光穿透，你不要去挡到别人的光。其实这都是他给我很棒的启发。对，那你自己也漂亮，让别人也光彩，大家都好。过去的作品充满黑暗加悲伤，现在用共一双手，但是只要心内加一点仔感谢加祝福，就当创作出完全无同、充满温暖的美丽作品。书气十拍真出梦，艺力坚持上珍贵。今日咱邀请到杨树艺阿贵啊来到咱节目现场，你好。你好。哇，这个阿贵啊，大家认捌你，为什么叫做阿贵啊？先甲大家绍介一下，因为你叫做杨树艺嘛吼，但是人拢叫你阿贵啊，是有意思什么？你较早有改过名，较早的名叫雅贵，雅贵，优雅的雅，高贵的贵，所以是优雅高贵安尼吼。啊，但是我停止发育18岁嘛，是说这安尼无够改优雅、改高贵的改名啊。是，不过这个改名了后，你的这个运啊吼，也是讲你的这个念啊吼，可能豆豆来改变。咱头毋讲到，你自细汉可能这个成绩较歹啦，啊，家己讲过去家己嘛较烂，但是你的成就即阵互人看起来嘛是真正袂歹啦吼。尤其讲咱这个101吼，这个苹果电脑吼要成立，因遮这个有一个作品是你做的，
或者有闲来坐啦。今日你嘛是有闲来咱这个台湾新安界来遮坐，嘛是要互这个作品吼传达这个理念，传达咱的观众朋友。先来甲大家小解这个作品。哈，像介绍有闲来坐这件作品是嘛。哦，就是咱怎啊？有闲来坐，咱怎苹果因来找我合作的时候，我就想讲，因有一个到70个媒体的一个记者会，我就想讲，哇，安尼袂使干那剪纸，应该是爱介迄个借由这个机会，应该甲大家分享一寡好的理念嘛。所以我就甲有闲来坐变做有写一寡文案啦，就是咧讲吼，有闲来坐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善意跟相聚的期待。那我们人与人相聚，人甲人聚集的方式，就是决定咱这个社会的样貌嘛。所以我就想讲，咱大家要希望咱的环境较好的，安尼就是爱想讲，咱要用什么款的心意去行到别人的面头前。所以变做有闲来坐，迄是咱台湾人最大的善意。有闲来坐，怎啊要用这个方式拍一个好足少的，因为迄个善意是代表讲，我愿意甲厝内门开去，互你入来阮的厝内。所以迄是最大的善意甲欢迎。所以我就感觉讲，咱嘛使迄个透过甲 Apple 这件合作，会互大家去会记得讲，咱其实咱较早人甲人斗阵，就是有一个遮尔古锥的所在。不过你头拄有在咱上节目之前有分享一下，讲过去因咧找你的时阵，其实因讲是安怎找到你？因其实有来找我合作的时候，嘛有甲我问讲，阿贵你敢知影像阮想要甲你合作？我讲我毋知，我伫台湾其实毋是讲算有名的艺术家，你若想要找我。因就甲我讲，因要找毋是有名的人，是理念同款的人。伊知影我做艺术，毋是讲为着做创作，毋是为着艺术，是为着讲要互人幸福。因讲伊的总部嘛写一句话是甲这差不多，所以就想讲咱理念相共，咱来合作。这个安尼合作的原因，互我其实足欢喜的，因为咱的社会大家因为着生存的压力，大家拢足焦虑的。那变做大家拢敢若爱车拼、爱烧台，较会使生存安尼。但是其实我嘛足希望会使互大家相信讲，咱为人设想，互人幸福的这个概念，你嘛是会使趁钱，嘛会使过生活，佫会使有机会甲安尼大公司合作。咱的社会若知影讲，车拼、烧台会使生存，为人设想也会使生存。其实大家看到嘛，知影讲要选为人设想，因为你唔敢若趁到钱啊，你佫趁到幸福，因为你做互别人欢喜的代志，你家己嘛足快乐。第二就是咱迄个生存的焦虑，拢真袂记得讲，咱有希望别人幸福的迄个希望。咱有趁到钱，但是无去满足家己爱人的迄个希望，家己嘛会艰苦。所以我是感觉甲 Apple 合作，我上欢喜的就是，凡是会使互人相信讲为人设想，嘛是会使生活，会使生存，嘛会使快乐。所以今日咱头前嘛有摆这个纸啦吼，加这个加刀。其实本早是你专家这个工具，不过你头拄嘛讲到，是为人幸福啦，互人这个有一个幸福，这个愿望。今日咱透过这个纸，你嘛来甲我教者，咱无要车拼，我一定拼输的啦吼。但是咱要传达来，互讲这个观众朋友讲，透过这个加纸还是剪纸这项物件，真正会当传达到啥物？咱今日就互咱的阿贵啊来甲咱教一寡这个剪纸这个撇步一下啦吼。等下。伫咧剪纸这个过程，其实嘛会讲到是安怎要去做这个剪纸这个工课啦吼。其实剪纸会使讲是会使讲无啥技术的工课啦，就是就是耐心安尼尔，耐心甲较细心的，其实就会使啊。其实我较早有时间的时候会开迄个剪纸课吼，但是毋是为着要教大家这个。技术，这个技术，是互大家其实会使有机会停落来，想讲咱想要动手做代志，咱想要逐工为着什么要出门去做工课。其实咱最初的迄个初心就是希望家己甲身躯边的人幸福。但是疲累啊，甲挫败有哪些会互咱袂记得讲我们当初出发的原因。所以等到教剪纸，毋是为着要学这个手艺啦，是互大家想起咱是安怎。做代志的迄个心意，其实就是要互人幸福嘛。是啥物人会互你安尼愿意要去拍拼？其实你去想到遐个人，你就有力量向前行。有啊，系啊，所以其实我教剪纸少少咧教技术咧，拢想讲你有想要感谢无？你有想要甲祝福无？咱即届莫赶紧做工课，咱先想看咱是有想要感谢甲祝福，才开始动手。就是你会变做你带着即个感谢甲祝福的心来做工课，你就发现
讲，其实咱共款的一双手，因为心内的心意无共款，共款的双手都有无共款的风景。有影，嘛是会使相拍，会使相抬，但是嘛会使共听同共互人祝福安尼。有影，所以咱头拄安尼拗几步呀，就是一张纸安尼吼，剪纸定定看的动作就是安尼拗来拗去。拗来拗去，所以咱头拄安尼算一拗、两拗，安尼应该三拗吼。就是我怎啊加较单纯的物件吼，因为其实这个剪纸其实对大家生活是无啥介重要的，所以大家毋免带着讲爱合适的压力啦，趣味就好啊。趣味就好。因为这个物件的欢喜就是讲吼，伊会互你有一寡舒压的过程，因为你毋是靠这专家甲做工课，其实毋免有迄个紧张的压力。嘿，啊，我咧加的时阵啊，我可能会加了天开。是。我加一个足简单的反式，大家其实都拢已经看过啊。对，大家要看卖咧，贵加出来是啥物？无几分钟的时间。这拢有足侪老师教来咧拼音啊！这我想大家拢看过啊。只是讲我想要加遐尔简单的物件吼，主要就是伫简单的物件内底，你较会去知影讲啥物是你上第一的，你感觉上重要的。咱袂去有技术。吓惊着，嘛袂去技术真迄落分心去。是，你会知影你到底为着什么会欢喜。像我种安尼加了，加了因为大家看应该拢看得出来是啥嘛吼。应该是一个笑面啊。对啊，看着内底有人嘛，对无？但是我种甲天互开哦，看你种爱心情安怎，你第一时间就要表现出来。欢喜的笑面，咱互观众朋友看，欢喜的这个欢喜的这个笑面。对啊，你看着你袂感觉足欢喜的嘛？有，你欢喜的原因是啥？欢喜的原因是这个喙啦吼，笑甲真招文，四个人手搁牵手，对啊，对，这就在代表讲，这个传达的毋是干那一个人尔，真纸嘛，咱安尼拗来拗去，伊会使做出真侪种的这个，毋是真侪种，就是讲人物，伊会使有四个都会使呈现出来。对啊，其实。我想要加简单的物件，就是大家就是回归到就是你上单纯的感觉甲希望嘛。是。咱其实想要看到这个欢喜，毋是因为你看到一个剪纸，你看到有人咧对你笑，原来一个笑容是咱生活中足希望去当到的。那既然是安尼，那重要就毋是加纸咯。是。重要是咱会使带一个笑容行去别人的面头前。啊，咱看到这个会欢喜嘛，因为有人甲人无，就是拢是独立的个体，想要咱会使手牵手，安尼无分你我。是，这就是咱足希望伫生活中发现的，发生的。发生。所以我会想要来讲，其实剪纸是无重要，重要是你要爱的幸福。但是咱伫这个过程中，会去看到咱家己欢喜啥。是。欢喜啥，咱会知影咱望啥。咱会知影讲咱伫生活中要去打拼啥。其实大家拢足愿意打拼，尤其台湾人。咱唔惊辛苦嘛，咱惊是惊唔知咧为着虾米咧打拼，为着虾米咧辛苦所以大家安尼有一个时间坐来去想看咱家己爱的是啥，望的是啥，希望的是啥，咱有一个家己清楚的目标，你早等于就唔是一个剪纸，你是去看到家己的心愿，家己的方向，然后会使好好过生活。是，所以即阵咱就来请对阿贵来甲我教一下吼，因为这个手路真正。无遐尔简单啦吼，无这其实无困难，无困难。你毋是有一支笔嘛？一支笔咯，我帮你画图，你加，你看你咧加的过程中，我看我要甲你讲什么故事，你会使甲我问。是，其实啦，咱讲阿贵啊咧剪纸的过程，是看到一个中国一位大姐啦吼，伊咧做剪纸，其实因遐真困苦啦吼，但是可能拍伫咧涂骹就开始剪纸。不过这个过程内底，咱看到，其实因遐资源无的所在，但是因用剪纸传达着真侪幸福的感觉。对啊，对啊。是，其实家己嘛，大家人拢有伊辛苦的过程，但是有阵时咱会去辛苦内底，就是放大家己的艰苦。是。对啊，就是我着因为家己较早嘛安尼自怨自艾但是就看到像有人比我伫较困苦的所在，伊还佫会使有笑容。哦。像伊的生活过了足艰苦的，但是伊做出来，伊用伊双手做出来物件，会使互人遮欢喜。是。我想讲奇怪，因都会使，像咱袂使。你若讲全世界的人拢无人做会到，你还佫有借口，都有人做到，咱都无借口。是。所以毋才会足好奇讲伊是安怎的态度咧过生活。不过，迄是。你7年了，就是回来7档了，才开始剪纸。这个过程是安怎有7档后才要做剪纸这个过程？你较早去要想要去学习剪纸，
因为咱种是个学生啊，学生对未来拢足惊吓的嘛，拢希望讲家己加一寡工具，加一寡配备，会使甲人车拼嘛。搁一方面就是家己自卑嘛，想要加学一寡物件。是。除了就是我拄仔讲的，像我因其遐困苦的所在，会使欢喜过日子。因为安尼我去，但是我去的时阵才发现讲，遐个阿嬷还是妈妈吼，因咧诊所毋是为着要创作，伊就是希望讲会使用家己的双手，互囡仔会使做一寡物件去换一寡资源回来，互囡仔好生活。我其后我就是看到了。就是很震撼嘛！我想讲，哇，杨师你根本都无迄个心，你动手是为着要拍拼别人，要拍败别人，还是讲要比别人较好？是。但是伊是要互人快乐，互人幸福。我就想讲，杨师你若无迄个心，无卖做。因为咱的社会吼，咱大家拢训练了足好诶，话要讲了好听，代志要做了好看，拢训练了足好诶。但是若无迄个心，其实人。有目睭的人，有用心的人拢看有，就卖人爱讲卖自欺欺人啊！你家己甲迄个心切断来才做工课啊！当然7年后，像我的诊所就是阮太太，迄当阵是我的女朋友，伊买厝入厝，讲叫我甲伊加一张纸，互伊祝福。我就帮伊加，伊收到也足欢喜的。你看到你爱的人欢喜，你嘛欢喜。你才发现讲哇，7年过啊，家己的双手咧叮当的时阵是会使互祝福的。系啊，所以你会感觉足快乐，有一个工课会使趁钱饲家，搁会使互幸福，你会做啊足欢喜的。有影啦吼，都是这个女朋友，迄当阵女朋友即摆太太，互你真大这个鼓舞啦吼，就是讲透过这个要入心厝，你用双手传互伊这个幸福这个能量互伊。其实伫遮阿明拄着一个困难，目睭的所在表哪？目睭吼，目睭就是。目睭你就是搁凹一界，搁凹一界，嘿，你搁加你就算加一个三角形，是，对啊，就有迄个目睭出来。这纸淡薄仔较厚啦吼，对，一般阮是会用迄个宣纸，是会较薄的这种纸来做啦吼。对啊，其实咱头拄嘛讲到啦，这个阿贵啊吼，自这个中国转来，尾7档无做，因为讲过去是咧做车饼的吼，这阵呢是用这个纸吼，剪纸，本早是。车饼，但是心一个转啦吼，会当做一个理念的这个传达啦吼。其实这做起来，甲大师咧做嘛是有差啦吼。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吼。不过嘛是像安尼，特别传达透过剪纸啦吼，互笑容，互这个咱的观众啦吼。其实咱咧讲阿贵啊，自细汉头拄仔讲成绩较无好啦吼，处理嘛无好过。但是较早大人这个处理杂当去用拍去用骂，但是这拢是这个安尼回头看过来，嘛是你一种养分伫啦吼。所以咱来看讲过去这个阿贵啊成长的过程，咱做伙来看。那你就先试画，你就先直接画出来，你不要担心画错、画不好、画丑，不要担心这个。把它画出一点点，出现，对，把它画出一点。我一直相信威人设想是可以活下来的，是可以赚钱生活的。可是我们在生存的焦虑之中，大家竞争厮杀，似乎开始不相信。为人设想，互人有幸福的感觉，这是杨树义作品的理念。在对话当中充满正面的能量，但是杨树义细汉的成长过程，对伊来讲是一段黑暗的日子。当初咱的生活环境较袂好，有10年的时间，我嘛是住咧别人的厝内。嘛定定去互拍去互骂，所以我会变啊足自卑的，足无快乐的啊，嘛足自卑的，嘛心内嘛足侪受伤的啊，所以我甲人的关系嘛，毋是讲介好，较早，因为我看到人我会惊嘛，我阁自卑嘛，我会惊吓，就安尼畏畏缩缩，人看到你嘛，感觉你这个人啊，敢若足阴沉的啊。就是甲伊甲保护伊，莫安尼出去外口去交着歹朋友啊。就所以讲，就会较严格啊，就拢唔敢互出门啊。伊来读书转来就叫伊踮厝的，踮厝的到做工课，扫涂骹，洗面巾、煮面巾，若是无乖就爱拍。因为成长背景和杨树义的心内无好过，对家庭的不满嘛反映伫伊大学时期的作品。我无朋友嘛，翕的物件拢足孤单，嘛有一寡敢若对成长过程的控诉啊，讲哇，恁互我足艰苦的安尼，所以拢会显现伫遐的迄个时段的作品内底，所以拢是较黑白、较黑暗的，较艰苦的，甚至有淡薄
淡薄仔悲伤安尼。伊当初甲介伊的作品哦，规个拢无穿衫，我讲啊，你若翕济，我讲啊，你若拢翕济啊，你无穿衫，安尼是，嘿啊，我讲安尼是要安怎摕出去展览啦？哎呀，我安尼人看袂甲恁罚钱啊。现在讲到当初的相片，气氛轻松趣味，不过当时杨淑仪是想要突破家己心内关卡。你敢若你无真正的自由，迄、个无自由，毋是有人甲你管，是你家己束缚家己的，是你足在意讲别人安怎甲咱看待。所以我当初当人体模特有一部分是讲，啊，得来试看卖，因为遐侪人咧甲咱看的时阵，咱敢会使放互较轻松的。所以你若即关无过，你即世人免自由。杨淑仪努力想要突破家己的心魔，甲妈妈的关系嘛开始有变化。所以我拢甲伊讲，我讲咱有艰苦，虽然艰苦吼，啊，毋过你即马你爱用欢喜心去对待别人，啊，对待即个社会安尼，吼，啊，你要做，才会做了较会轻松安尼，嘿。我讲爱拢爱展笑容，袂使结臭面，安尼吼咧做。伊嘛甲我问我妈妈，啊你逐工安尼，逐工做啊遮辛苦，安那会笑会出？我讲爱笑较有力啦，无笑就无咱通去做啊。将妈妈交代话藏伫心肝底，拄着困难、拄着打击，拢爱转念，用欢喜心来面对，用笑容来快乐过生活。咱都爱连调的嘛吼，连调就是因为有一个伊拗的所在，有无加若无加到，伊就变做一个连接点。啊，所以咱若甲迄个拗的所在，来甲加掉了后，伊就会分开去啊嘛，就变高一个啊吼。但是分开毋是讲代表孤单，代表你使去甲足侪人分享。有影啦吼，拄则即个透过剪纸，真正会当互人传达着即个快乐，甲即个笑容，互即个观众朋友啦吼。希望观众朋友当感受到。毋过来请教一下，头拄你有讲着一句话，就是讲1/8的即个工啦吼。对啊，因为咱这凹8凹嘛，有8站嘛，是。所以其实8站，咱做一届的工课。这1/8的工课就有8倍的成果，所以互感觉足快乐、足疗愈。是，所以像我这个人来讲，会使输压的原因就是安尼。压力拢会当消透出去。对啊，因为其实生活真正足辛苦的，但是因为要一个成果拢足困难啊，是啊，毋过伊安尼，你1/8的出力，伊就互你8倍的成果，你会感觉欢喜。是啊，所以我是感觉剪纸嘛，毋免讲去讲想偌济，想真深，你会使家己快乐的一个方式嘛，足好的。啊，搁一点就是因为伊轻松有使有一个成果。啊，所以咱都爱连调的嘛吼，连调就是因为有一个伊拗的所在，有无加若无加到，伊就变做一个连接点。啊，所以咱若甲迄个拗的所在来甲加掉了后。伊就会分开去啊嘛，就变高一个啊吼。但是分开毋是讲代表孤单，代表你使去甲足侪人分享，所以你就会使送互你身躯边的人，甲因祝福安尼。所以伊像啊，人会介意，我感觉主要就是，其实拢咧提醒人足根本的一个需求，咱人拢有迄个分享的需求。分享毋是美德的，实在是人的需求。敢若你需要互爱，但是你嘛需要共爱。咱的生活中，若无一个人会使互你全心全意要去爱，迄个人嘛是足过了袂讲快乐。所以咱拢袂记爱人是一种需求。所以我才会讲，为人设想做工课，迄是一种需求，迄嘛毋是美德的。是，系啊。啊，我讲倒转来吼，就是讲同款夹刀，你甲这个夹刀嘛是真有缘。较早10档有住伫这个剃头毛店内底啦吼，啊，其实迄是大人刀。啊，剃头毛店内底这个生活，可能较早感觉较辛苦淡薄，有无？但是迄嘛是我算迄个收获最大的所在，因为较早其遐就是目睭拢爱拔足金的，涂骹若有头毛无扫的去用拔，烟筒若有面巾无去洗的去用拍。是，所以我定定拢足惊吓的。啊，你徛咧人做工课的所在，你会感觉家己徛咧地拢足定地。所以我就是会感觉足痛苦，但是痛苦就是会互人开始去思考。是，我就想讲，哇，我要徛咧什么款的所在？这个世界有什么所在？
有一个所在，会使互我莫去挡着别人的路无？我要徛咧世界什么所在，我较袂遐尔啊定地。就是讲。从迄个辛苦的时阵，你会开始想讲，家己要爱的未来是啥，家己要去的所在是倒。所以我是感觉迄个辛苦嘛，互我行到今仔日，我想要爱的生活。所以像我想起来，讲起来是真正是感谢。痛苦是迄时阵的代志，但是即阵啊，我是感觉迄拢是我的养分。养分啦吼，有影啊。尾啊咧，你就是离开这个剃头毛店，可能是亲戚朋友。互你伫遐大啦吼，啊，其实你嘛讲，这是互你一个养分伫咧。毋过伫遮，爸爸妈妈嘛是住伫内底啦吼。因迄当中，甲你喂无？无啦，你若伫遐做毋对，人拍，其实爸爸妈妈会搁拍一届。搁拍一届？因为咱住咧遐，啊，妈妈若无拍，就代表人拍毋对，人教毋对嘛，所以会拍。啊，其实迄拢是无奈啦。但是迄当阵啊，做囡仔时阵，就艰苦，会想讲你拢无甲我维护，无甲我照顾，迄个感觉在生气。然后你嘛知影讲生活的无奈，你嘛知影讲妈妈爱我，我爱伊，但是咱做囡仔的需要的是陪伴、理解、甲疼惜，咱这个根本的物件无得到。明明两个就是足相爱，但是一口气过袂去，就变成怨恨甲生气。啊，所以迄阵我甲爸爸妈妈的关系足歹，我就足想要离开剃头店，我足想要离家出走的。我也真走去台南读册，原因一部分嘛是安尼。是，啊，迄当阵真正读册。真正有迄个心情有转变吗？有啊，读册其实人有当时有一寡鼓励是袂歹的，较冷静嘛。较冷静的。冷静，你开始会去思考啊，你就袂一直生气，你会开始去思考啊。啊，迄当阵我足好运的，就是伫大学的时阵，我碰到一个对我足好的老师，我若有要讨论功课，伊会使陪我到半暝12点。阿勇啊老师，阿勇老师是，系啊，所以半暝12点嘛，我那时有一届食泡，就是面色足歹，伊知影讲我食泡面食3个月，听到叫我袂使食泡面，伊讲你想要食泡面，我讲我要买相机，我想要翕相，伊讲你莫食，老师借你钱，啊我带你去买相机，哇，啊迄届买相机，伊带我去高雄，买了有较暗时9点10点，伊若要甲我载转去台南，伊家己带高雄，甲伊开转去麻烦，伊真正甲我带转去厝诶，啊甲就介绍讲啊这师母。这我的囡仔，伊甲伊的厝内的人介绍互我足感动的。因为阮自细汉就是遮无好，遮烂的囡仔，功课啥物拢歹。但是想要有一个老师，伊的目睭内底有你。啊，伊会看到你，毋是讲你成绩好，是你愿意要大汉，愿意要拍拼。是。你第一个真正感受人安尼甲你看中你的拍拼，哇，你足感动的。啊，所以尾后有当时会想要放弃的时，你嘛去想着讲，迄无需要对你好的人，老师无需要对我好，人讲你开时间互咱才会使放弃家己。但是这种对待，就是互人遮尔好的力量。不过你甲老师的关系就开始就遮尔好吗？还是真严格有无？伊足严格，嘿，啊，伊对我足要求的，但是伊就是该要求爱要求啊，系啊，伊。然后，但是啊，伊就看我拢伊在羡慕别人，拢欣赏别人。伊讲，你若家己无爱叮当，你若永远行下徛咧遐，你就是永远欣赏别人。哦，这是向前行是你家己的责任啊。是。啊，我会使陪伴你，但是你爱家己要愿意拍拼，所以嘛是会互我知影我的责任嘛。是。老师讲过一句话啦吼，较早伊是这个阿贵的老师，但是即阵阿贵也是伊的老师。哇，这句话听到。这就是老师听学生的方式啦，就是讲伊拢会共介绍讲，因为伊算教授啊，迄种副教授的款，大家对伊嘛足尊重的嘛。啊，所以大家对伊尊重的场所啊，人讲我较早是阿贵的老师，但是我怎啊甲阿贵合作足济，伊怎啊是我的老师，伊就是要互我会使互看到，会使互外口的人会对我加看规眼安尼。是，所以迄就是。迄就真正老师，真正老师就是希望学生真正比伊较好。系啊，所以我伫老师的身上嘛学足济，足感动的。是，老师教你的上济是啥物？其实教我上济就是叫我开时间去熟悉家己。讲吼，你咧读册若拢歹啊，你也袂晓看册，但是你至少去看你家己。看你家己。嘿，你摕相机，毋是干那看外口的世界，你嘛去看你内底心内是安怎。啊，去找出家己较特殊的所在，啊，你才会使行入去这个社会。无你若拢甲大家共款，你也无特殊，人嘛无需要你啊。所以你袂晓读册袂要紧，但是你也要去读家己，去熟悉家己。安尼，老师等下甲我讲。啊，所以互阮即种无希望，囡仔有足大的希望啊。伊嘛会互阮知影讲，会互我去知影讲，其实
文化吼，人全世界的文化拢有差异嘛，但是人的情感是拢相共的。咱若开始敢去熟悉家己，去甲人的迄个情感的最深处的时阵，你得使去感动这个世界。我一直深信不疑，我花很多时间去了解家己。个人下步因就是安尼来甲人合作，因为感觉咱的物件有大家要爱的力量。相共的这个理念啦。不过讲到你较早前的这个作品哦，其实嘛是共款用到这个相机，但是这个早前的这个作品可能是较黑暗的吼。是安那？都生气啊、怨愤啊、痛苦啊，人需要疏解嘛。是。就找这个创作的方式啊。阮老师就是安尼甲我鼓励，讲阿贵，我知影你有足侪痛苦、足侪悲伤的，但是吼，你要讲不要紧，咱用一个莫伤害别人的方式来讲话。咱就家己创作，家己翕相片，翕出来相片，你会去看到你家己心内的状况。是。你知影你家己对咧疼，你对咧无好，你爱去家己去照顾。系啊，所以老师用这个方式教我教。你的作品内底侪拢是这个甲他们有关系。就孤单拢我从细汉袂使出门，袂使交朋友啊。因为阮较早住三重埔，治安较无遐好啊，所以阮爸爸妈妈无爱我出门。所以我拢会去窗仔门边，就是足希望有一个出口的。窗仔门边拄好是接着两边的这个所在啦吼。对，门口甲窗仔门口就是两个世界的迄个交界嘛。是。那个。按头前行一步，咱的世界无共款啦。但是我就是足希望去黑暗的环境，足希望家己变好。但是我来到这，佮因为内底心内惊吓，佮烦恼，行等于黑暗的世界。所以迄个时阵就足挫败啊。是。你得家己经过这个辛苦，你得开始知影讲别人咧经过什么代志安尼，你得开去人理解，去人听惜。是透过这个作品啊，但是这个作品嘛有你这个家己这个观察伫嘛。你较早过去可能较黑暗，这个心理这个表现，但是尾啊要安怎豆豆这个行出来，头拄仔你嘛有讲到啦吼。对。要安怎行出来，就是想讲家己要爱啥，我想要幸福，我就想要快乐的。因为迄真正较早呢，真正足痛苦的。但是你要幸福，无人有义务要来配合你幸福。是。所以我就想讲，安尼，阮妈妈就爱甲我讲，较早的环境拢无法度改变，但是你袂使白受苦，叫我袂使白受苦。是，就爱去想讲，要安怎用无共款的方式去看过去的代志，互过去变做是力量，变做是养分，莫变做是伤害。所以要安怎快乐呢？因为人也袂来配合你改变啊，所以咱就家己小可想法小变一下。因为伤害啊，拢伫第一届发生，但是第二次的伤害拢是家己互家己。是，但是这个伤害啦，你常常讲。甲处理人的这伤害，你拢对因安怎？我都莫回去啊，拢莫回去啊。但是你莫回去，你嘛是想因啊。我是算个算啥善良的囡仔，其实善良的囡仔，若咧怨恨父母，家己拢足艰苦的。莫讲友好，你就是家己善良的人，你心内有怨恨，你就艰苦。所以你要安怎甲你家己的怨恨，心内迄个怨恨去排除掉，迄个最重要的。迄是因为我为着要幸福，我必须去排除遐个怨恨。我要排除遐怨恨，唔是希望讲遐人拢莫存在嘛，是讲家己有法度放下无啊，就安尼家己慢慢练习。讲到练习，为什么爱练习咧？因为这唔是简单的代志啊，这是逐工拢爱练习的代志。你会使其实咱逐工拢咧练习啊，练习讲你是用安怎的方式咧看待家己，就是讲，足侪咱台湾人有当时对家己拢足歹、足歹的，所以对家己，就是讲你要做一件代志，你就想讲，杨师你这烂，你这后，你也敢去甲人做一件代志，你会使安尼甲家己讲话，但是你嘛会使家己讲，杨师咱来拼看卖，杨师你明明就敢若也无迄个才调，但是你愿意拼，我感觉袂歹，咱来。拍拼看卖，你逐工练习甲家己讲什么话，会造就你家己是什么款的人，对啊，所以我要练习讲，逐工练习去怨恨去骂较早的人，还是我要练习去想起较早，伊内底有什么款的力量甲养分互我。因为时间拢是共款的，但是怨恨啊，迄袂互我较快乐，嘛袂互我较有力量，所以我就想要找一个较会合的啦，较会合的方式啦。真的，因为人的生命甲时间足少的，人无时间，无采时间，无资格无采时间，因为时间足少，所以我咱想讲要安怎互遐时间变得较有作用的。系啊，所以就开始，你这毋是这种甲美德拢无关系，只是咧想讲是虾米款的生活方式甲观念。
咱人生行了会较顺，较有力量，是，安怎过较会好。所以咱看到你啊吼，莫搁怨恨啊，用练习的方式，豆豆搁去接近一届你所爱的这个人。咱来看讲，这个阿贵啊吼，透过练习有一个作品是伫2007年啦吼，这个叫做爸爸的手指头啊，然后要写爸爸，等于是以自传式的故事，咱先做回来看。自从我有记忆以来，我好像就没牵过爸爸的手，跟爸爸总是一直保持着距离。但在生活中，我很难不去注意爸爸那少了一截手指头的手。对学生时代就开始用影像创作，一直到现在，杨树基的创作类型多元，亲像是台南安平港的边仔，多一个大型的海岸装置艺术。这是杨树基甲团队用1年的时间打造出来的作品，大鱼的祝福。做这个作品，就是因为咱常常会感觉讲台湾敢若一尾鱼啊，我就会感觉足好奇的，讲台湾若是一尾鱼啊，伊想要停咧遮，无爱受走，互咱踏咧伊的身躯顶。那我想可能就是因为伊这个大海当中，伊希望咱有一个所在会使徛住，所以啊，伊就停落来伫遮，然后变做一个岛屿，我感觉这是咱这个岛屿对咱的疼爱，但是咱无一定知影，所以我就想讲，家做一个大大的作品，互大家看，有一个隐形的鲸鱼在守护台湾。其实刚才在外面大家晒太阳，是不是很热？对。啊，你进来这里是不是变得更凉爽？对。所以我们就要呈现这一只大鱼在守护我们，在庇护我们。大鱼的身躯用网仔的形状结构，中央的台湾是用448地无共湿水玻璃所组成鱼仔心。纵观美丽的作品背后，是真侪人的努力加付出。是画天见你来看的哦，去看迄个尾流后壁咧流水的迄个部分，足严重的秀水啦。秀水。嘿。爱位后壁看。都拍鼓啊。哈。爱位。嘿啊，足侪所在拢有这个问题。杨树基面对人总是充满笑容，但是只要投入工课，马上会当专注认真。安尼单纯搁坚定的心，嘛来感动身躯边的人。平常可以很搞笑，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欢乐，但是在自己一个人聚在那个他的创作世界中的时候，还有可以在里面是一个很爆炸、很引爆的状态，然后与世隔绝，那个特质很迷人，就是他可以在这之中一直切换。虽然我要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可是我在那个封闭、与世隔绝、不受打扰的那个世界，我想的都是怎么把让人幸福的画面带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状态其实很有趣，就是你极度的独处，是为了可以好好走进人群。甲家己相处是真重要的时间，来到有树仔、有土的所在，就是杨树基得到力量的秘密基地。所以有时候就是会走到后院啊，然后看看这些植物，看看树，有时候就会坐在墙边，然后感受到它那一种陪伴吧。对，有光影，有凉风，有绿色的植物，然后有一个生命在你旁边静静长大，你就觉得很开心，有力量。啊，你因为受大自然这样的感动，你嘛希望讲，啊，咱的作品敢会使互人这种没有威胁感的陪伴。他就说，在这边的工作，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给人幸福。然后我觉得就是给人幸福这件事情好单纯、好简单。然后再来就是没想到在这边工作的机会是可以让我们因为给人幸福而去做好多好多的事情，可能不只是做今天这个立体的作品，未来还有很多的机会，也许是拍感人的影片，或是更多的事情可以去发生，也许是做动画。我们就是聊了好多的画面。然后觉得有好多事情可以再去实践，就因为给人幸福。杨树基讲，家己是讲故事的人，未来伊嘛会透过各种作品来传达幸福甲爱，希望让这个社会更加美好良善。甲
把怨恨哦化作爱，其实需要练习啊。阿贵拄则甲咱讲，这个练习的过程其实无遐尔简单哦。甲妈妈的这个过程吼，其实嘛是算一波搁一波啦吼，爱豆豆啊，才杀进前，这5档来，你有该讲什么话？就是阮其实我开差不多要10年的时间，甲真正行等于到厝内，一步一步行，行到即阵会使牵伊的手，陪伊去买菜，甲揽的讲妈妈我爱你。这是开足久的时间。但是想爱原理安尼开，因为主要毋是讲为着讲要变做优化囡仔，毋是，主要是讲我想要变做一个幸福的人。我若心内对妈妈有爱，嘛有怨恨。我若无去甲伊爱，我会倒袂幸福，我就会艰苦，所以我就想讲要甲遐怨恨处理好掉。但是一个人要拍拼嘛，足困难的，所以我差不多甲妈妈安尼努力沟通到第5年的时候，我有一届就甲妈妈讲，妈，我心内有一寡话要甲你讲，你一定要听我讲好了。我就甲妈妈讲，妈，其实我对你有怨恨。一个妈妈遐辛苦要去听到囡仔对伊有怨恨，迄足无简单的，所以妈妈嘛要生气啊！我讲妈，你唔通生气。我讲我恨你是因为我无爱去恨你，我想要爱你。但是我一个人唔知要安怎过，唔知要安怎行，搁来讲就是我心内对你有怨恨，我嘛歹势，我嘛艰苦，我必须面对这个代志。所以阮妈妈听我讲了，我足感谢伊的。有甲听入去，妈妈有听伊讲好，安尼伊知影，确实较早互我艰苦。嘿，就两个母仔囝就继续手牵手，继续行，继续拍拼，怎啊就变啊出相爱怎啊回去嘛会摸妈妈我怎啊伫外口拍拼，我足久转来厝内一届，但是你就会感觉无回去厝内人嘛拢甲你支持，伊拢知影你咧创啥。虽然无逐工见面，但是迄个力量拢伫你的心内，安尼足幸福，足幸福。嘛是会使讲足会好的啊！我开10年的时间，终于有这个力量。足会好的呢。这是你后半世人的这力量。系啊，因为若讲啊，佫会使活50年，我佫来50年，就是甲妈妈幸福啊。但是我这10年唔开，阮就是艰苦60年。是。妈妈若无去，你佫一世人遗憾。所以其实咱拢莫讲友好，莫讲美德，你就是足认真的来想，其实安尼是足好、足会好的方式。其实看到这个阿贵的这个形象啦吼，其实嘛会使，互这个观众朋友所想一下，真侪人甲时大人关系啦吼，真暗啦吼。这个可能有爱，嘛唔敢讲出口。对啊。有关心。嘛可能这敲一个电话30秒、40秒，但是拢讲袂出嘴。但是透过练习住这个阿贵这个形象，咱看到，其实你个头对咱冇讲到，2007年这个阿爸的手指头啦吼，这是你家己欣赏这个故事。阿爸的手有牵起来无？我也有牵起来，就是迄阵阵就是其实讲爸爸的枕头到底安怎无去，其实是毋是上重要的？重要是讲，其实你就想要甲爸爸牵手，要甲爸爸较接近的，但是咱拢歹势，唔敢讲，去讲迄一寡无重要的。是。安怎长迄实在是无要紧，要紧的是，其实你就想要甲伊做伙。是。所以迄个机影片，我嘛开170几万去翕去15分钟，因为用底片嘛，35厘米的。是。但是我尾来真正想讲，其实咱拢开足大个气力拢咧做无采时间的代志。我要甲爸爸牵手，敢有需要开170万去拍一支片？无需要啊。但是其实咱拢无影真正要面对，咱得用咩讲足拍拼的去闪避，足拍拼就互人感觉讲我都有咧做啊。我做袂到，你嘛莫甲我怪啊！我都有咧做，其实是迄个咧闪避嘛。咧闪避。所以其实我做迄支影片，我嘛感觉家己嘛讲足好听啊，讲为着厝内啊，为着家庭，其实迄是好听的话尔。主要拢是真正你若愿意做，你也着搁去拍迄支影片。系啊。不过这出戏啦吼，入围着这个金马奖，这个底片啦吼，搁有这个柏林短片影展啦吼，嘛是拢入围，搁得着这个罗岗。这个嘛是一个头奖啦吼，所以对你来讲嘛是一种肯定啦吼。透过这个影像这个力量传达出去的，是你上这个原本这个处理的这个故事。是。对啊，但是我来讲，若这支片做了，我无去甲爸爸合好，也是讲行过去我咧伊的身躯边去牵伊的手，拍这支影片嘛无啥意义啊。对啊，所以我感觉得奖袂法度帮你解决生活的问题。是迄个练习，迄个过程。得奖嘛袂保证你幸福。迄个幸福的保证，真正就是你家己愿意为着你要爱的生活，逐工
挑工啊吼去练习安是尼。啊，所以嘛是拢爱挑工，等于甲妈妈讲话，挑工等于甲爸爸讲话，啊，挑工久啊就变习惯，啊习惯就变自然。是。啊，咱有当时想起来嘛，足奇怪，咱拢愿意去外口做工课，遮尔委屈家己，遮尔去愿意去做迄你无想要做的，像咱无法度为着厝内人小可挑工一下。做较会好的代志啊！讲一句啊心内话，讲一句啊感谢的话。其实有迄句话，有当时大家拢足有力量，会使继续行入去社会继续拼。对啊，但是咱伫外口拢愿意为着工课安尼勉强家己，但是等于厝诶拢无爱小勉强一下，嘛足奇怪。对，你头讲着勉强，日语叫做啥？应该是讲学习的日语，就是勉强。对啊，所以我感觉安尼袂歹。其实学习就是咧学你袂晓的代志，就是咧做你无习惯的代志。所以我感觉，逐工为着家己的幸福，小可勉强一下，勉强10年，勉强10年，会使幸福50年，实在是足会好的。是啦，所以这个学习日语叫做勉強します啦吼。勉強一个学习，会当变一个习惯，习惯就变自然啦吼。啊，其实这是讲到你的这个影片的这个部分嘛，是讲到你厝内底你亲情这个。会当讲，搁一届来培养啊吼！啊，其实咱看到的，即阵你现主是上大的这个部分，也是伫咧真侪创意的这个发想、艺术的这个部分啊吼。其实透过艺术，头拄仔有讲到，是这个幸福的这个传达啊吼，理念相共，这个 Apple 嘛，才会当找你。现主是咱当看到这个台南头拄仔影片内底嘛看会到，有一个这个咱台湾的这个意象啊吼，海洋啊吼，这个作品开偌久啊？这个时间去完成。做要1年的时间才完成，是对，但是这个故事差不多10年前就写出来啊。系啊，所以我足珍惜有这个机会，会使10年后会使做一个实体的作品，去大家的生活内底。系啊，尤其这是讲到这个海洋的这个设定吼，是大鱼的这个祝福。因为其实我讲伊住台南嘛，台南是大家足会知影，就是有群心。啊，群心就是海上的迄个沙洲，人较早当作是海上的大鱼。是。啊，所以迄个群心边啊，毋是拢有鱼字旁嘛。对啊，啊，其实几啊百年前台湾嘛叫群岛。对，就是讲较的外海来看台湾，伊嘛是一个群心嘛。是。啊，所以有人讲台湾就敢若一尾鱼嘛。啊，但是我咧足好奇的，就是讲，若台湾是一尾鱼，伊想啊无爱收走，伊想啊要停咧遮，互咱踏咧伊的心上。啊，我想可能就是伊伫茫茫的大海，希望咱有一个所在会使徛起，有一个所在会使生活，所以伊就是停下伊就是放下伊的生活哦。放下伊的自由，啊，才变做一个岛屿，化成一个岛屿，啊，互大家会使去决定生活。啊，我感觉这就是这个岛屿对咱的疼爱，但是咱无一定会知影会去想到，所以我就来做一个大型的作品，就看到敢若有一只大只鱼啊，咧守护咱的台湾。啊，迄个台湾就是鱼仔的，迄个台湾就是鱼仔的心。啊，咱大家拢住咧鱼仔的心内底，其实咱大家拢是这个岛屿的心肝宝贝。啊，伊安尼甲咱疼谈，绝对是希望咱幸福，毋是要互咱互相伤害。所以我就足希望讲，大家会知影看到迄想着讲，咱虽然为无共款的所在来，但是毋管你是谁伊来，伊也袂去分你我，伊就安尼甲你疼呢，互你伫遮过生活。安尼咱就袂使其他咧分彼此的对啊。为无共款的所在来，但是会使为共一个所在来拍拼，就是足希望会使大家会使记得这件代志。是，拄阿贵咧讲话过程内底，咱看到你毋若是这个做艺术的人，佫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这个故事哪遐精彩？你家己有想过无？就是讲，可能是你较过去这个生活背景啦，还是讲啊，你所看所听的，真正你所认捌的人，这个心里的这个感慨，拢甲写出来，才有在创作安尼。当地的人嘛有关系，但是我的故事可能大家爱听的原因，实在我真正我咧写故事，也是咧做作品，我心内真正敢若想讲，要安怎互人快乐，要安怎互幸福，什么是咱社会需要的。啊，像我迄当中也想要做这只鱼仔的作品，就是感觉台湾其实这10年来嘛是安尼吵来吵去，你就是会感觉艰苦嘛，还是感觉就可笑的，所以才想讲，到底是要安怎才会使互大家会使凝聚在一起，不要分你我。啊，毋才会想着讲，凡说咱的岛屿就是唯一的答案，爱记得咱大家拢伫遮，毋管你谁来，伊拢安尼甲你疼咧，互你过生活。安尼咱就莫搁分你我。是，我就是安尼想。啊，所以拢咧想讲社会需要，啊，社会就是恁啊，恁可能就是讲着恁需要，恁就感觉
好听安尼。对啊，就是安尼咧讲故事，咧做作品。所以对你来讲啊，你家己定位什么，或者是艺术家啊、创作者，还是讲故事的人？对你来讲，其实我家己无互家己什么定位，我就感觉我甲大家共款，只是一个做工课的人尔，做事的人啊。是。真的啊，迄个定位是拢别人咧讲的啊，别人咧有人要讲你是艺术家，你是导演，你是啥？但是我家己我就是希望讲我是做工课会使奉幸福的人。是，讲到这个做工课，你嘛有家己这个无共款的这个诠释的这个方式。你讲工课是一个空缺的这个概念。对啊，因为大家咧工作嘛，工作大家拢感觉足辛苦，但是咱小可停落来想讲工作的台语要安怎讲？你其实你真正也无共款的看法，因为工作的台语咱拢讲工课嘛，空就是空嘛，课咧。就是缺啊，就是缺嘛，所以你要有课无，你要有课无安尼，所以我就想讲，哇，大家在想着讲啊，空课就是空缺，啊，因为我细汉在咧想讲，我到底是应该囥在这个世界什么所在，我较袂遐尔定地，我较袂去挡着别人的路，啊，我想有一个空课呢，我一个所在使用囥的，啊，其他做事啊，饲家是啊。佫会使行去咱的社会，所以其实我就足感谢我有一个工课，尤其啊，我做的工课是大家无需要的物件，大家毋是讲介需要即个剪纸，啊，我佫有工课，我就足感谢。啊，因为即个感谢，你就佫愈较更加希望讲会使做很快乐的物件。是，所以即个工课你嘛做甲足十八个啦吼，咱头有一句话，或者士气十八真出梦，就是用你的即个士。艺即个士气的士啦吼，还有一句叫做艺力坚持上珍贵啦吼。你做一件代志是有真恒心、真有即个毅力的吼，去完成一项代志。尤其你要做的代志是要传达幸福，传达予即个每一个人，无分你我啦吼。尤其你头拄啊上重要即个观念就是讲，爱是需要练习的吼。最后若有一句话要互你的爸爸甲妈妈，还是讲你所爱的人，一句话还是讲一段话，30秒的时间，你会想要甲因讲什么？我会甲爸爸妈妈讲，我足欢喜，我出生伫恁创造的这个家庭。虽然你会感觉讲，互我的环境无够好，然后你会感觉拢无甲我斗相共，佮互我足侪负担，但是我就足感谢恁，互我这个环境，互我变做这款的人。互我会知影要去互人幸福安尼。啊，这就是因的善良，甲我的教育。阮妈妈拢讲，咱厝内虽然无好，但是嘛唔通去想，嘛袂使讲，嘛叫我定爱会记去想讲，爱做一寡互人欢喜的代志。妈妈拢安尼讲。所以妈妈，这个甲爸爸，你拢甲因和解过啊，啊练习过啊，即阵这个调工变自然，变一个习惯啊吼，会当看到这个你对这个家庭这个改变嘛，影响到你这个归属感嘛吼，会当行入去社会有这个正面的力量。今日非常感谢咱阿贵来咱节目现场，感谢。谢谢。士气18真出梦，艺力坚持上珍贵。今日台湾新界文化新台湾，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回再会。多谢。我的故事真好嘞，对啊，你很正向，就是因为你经过家己的这个转化，啊，尾啊你直接落去实践啊，还有实践的那个过程是。真正互人感觉，这个成败是有真正想过安尼。有啦，我拢练习过啊。但是有的人就是转袂过啊，转这个步都袂。转袂过啊，就是痛苦一世人。啊，我实在足无想要我一世人痛苦，所以我就是。